的松龙不相比，萨耶宁波这巴南巴斯当给宁波巴乔跟的松尔巴多杰贝格勒西，诺罗达瓦拉这尼玛耶上萨列那扎西巴提，就这的这个下面的马给抓巴邦巴跟拉贡巴加切抓巴杰宁波达巴加抓巴邦。圣洁当洁拉过这边把也藏在马扎罗这吧。这是的嘞。最近有个讲解，然后这个中心也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各位大家用的，大家的有机会，大家有福报的这个中心，我们就是要大家要用，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中心有什么人都要可以来参加，有什么人都有可以来理解，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机会，这个黄师兄。帮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是真的不是一两个人的福报，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所以就是这个是非常圆满的一个，因为我们人也是就是我们每次讲人生难得嘛，现在就是得到一个人生，我们就是不要浪费这个生命，我们不要浪费这个世界，我们就是有空的时候有来念经，有学佛。就是要念经啊，听佛，希望他就是阿修罗摩羯长寿，阿修罗摩羯健康，就是帮助很多众生。所以我们就是要珍贵的，就是阿修罗摩羯，我们希望要长寿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念经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来了这里很多皮波啊，就是阿拉玛，就是很多师傅来了，所以就是我们一起供他一个就是长寿佛，这样的话就是他的生命越来越好。我们首先早上好，那么首先我要感激欢六同学那么当然黄师兄的法心真的不可思议我记得我去年来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有3楼嘛，3楼那么没有想到一转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面，这样大家分享这么多那么这么所以我是想告诉大家。到最后9成之点就是大圆满藏密的最高的点就是大圆满，大圆满是藏密最高的法来的大圆满。那么大圆满法是尼玛帕也是最高的法。那么藏密到我们这个东西的极密光明大圆满所以我想大圆满法是这个人类这个地球最后的一个很大希望。如果大家能够修大圆满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就。如果你不修大圆满法，你用其他的法来的话，尤其如果你要修2观、内果、明点、智慧系的那些都非常困难。大家看到弥勒法吗？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这躲在深山里面修辈子，最后才成就。那种定力那种毅力我想
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没有办法的，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放弃，家里放弃，老婆放弃，儿女放弃，钱财放弃，地位什么都放弃，什么都没有，连衣服都没有，裸体的躲在身上里面修行一辈子，最后才成就，有可能吗？现在社会非常非常的很多人修了一辈子，很多人在深山里面闭关10多20年，出来之后还是很多烦恼，来到人间之后工作还是很多烦恼所以证明那个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大圆满是最直接最快的，直接认取你的最高的佛性那么直接成就。但是大圆满，你要对你的根本上是就是空六界要有10分的信心那么我也知道空六佛学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修行大圆满的一个宝宝。虽然大家看他好像是很普通的一个喇嘛，其实正如我看他一样你们大家会笑一点其实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我还以为是一个小喇嘛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坐他车的时候他居然跟我们一起跟人家刚那些很大行李箱刚到满头大汗。我看一下这个小喇嘛是没有刚到满头大汗，然后后来原来转一转，不久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法王。但是他完全没有法王的架子，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很虚心，非常谦虚，非常谦虚。我以我本身的经验来讲大家不要看表面不要看表面。我曾经看过报纸讲说法会1000人万人的法会，很多人感动哭啊。但是我告诉你坐在上面的人不见得是修行很好的人虽然他口口声声讲你要修这个修那个修这个修那个，下面是整万人的法会但是在我的眼睛他其实他不是一个成就者他只是用佛法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所以不要看外表，不要看外表下面每次什么法会有成千上万人在那边，哇，那个人坐在上面非常不可思议，很高在上，其实不见得他自己有道的。反过来非常低下，非常谦虚，看不出的人，可能成就者就是那位人那么我当时就是对他非常非常赞赏，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行作风根本完全没有价值。那么他比谁都全行就是比谁都理想，那么去做他本来不应该做的东西。所以我本身本人非常赞成的。我觉得而且他拥有所有大圆满的祖师的一些传承，他也接受过所有应该接受的传承。所以你们跟着他，你们实在太幸福，太有福报了。我希望你们到了跟着他，那么在这里修行，那么用很快的方法，大圆满的话，那么很快的成就成佛。谢谢各位。我想开这个中心是想多一点佛友来共修我们的地方。谢谢大家。现在是功德法王带领联部分。
就是说，我们刚所用的送的说，他们用的，这就是说，他们这为我这个咱们阿拉拉呼。整个金刚乘，要用这个起，不是我的目的是不是这样的？我的目的是我们要做一个金刚，做一个那个佛教的起，就是佛教的起彩虹跟那些金刚在一起的哈，所有的那个佛教跟所有的金刚乘的加持的力量在一起，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在哪里都是为顺利，放在哪里都是非常吉祥。所以就是我也是想到这样，就是我的意思是度众生，我们就是帮忙众生，我们不是我要打个名字，我要出名啊，我要什么什么，不需要这样的，这些是不是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就是要度众生，我们就是要帮忙众生，我们就是要做佛教，我们就是要谢佛，我们就是不要害众生。